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宁波话。今天教我们宁波话的是钟丽云老师。钟老师您好。侬好。欢迎欢迎。宁波话是一种妇女的重要方言，主要分布在浙江宁波、象山、卷山、奉化等等地区。譬如讲，阿拉宁波话同上海话有一些相同。上海话是阿是哪能，宁波就是是不是，咋会了，是这么一句闲话。哦，其实宁波和上海的那个话呀还是比较相似的。对。那么听起来呢，稍微有一点硬气了一点。对，因为宁波啦同上海经常通商，宁波人商人特别多，所以闲话呢比较相同。很好。那钟老师，那么我们就从基础的数字讲开始，好吗？可以的。那基础的数字1、2、3、4、5、6这样的数字，我们应该用宁波话怎么来说呢？数字嘛，就是讲1数到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8、7、万等等等等。应该这样说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8、7、万。真的听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数字的发音。那比如说钟老师，你平时我们说的你、我、他这样的话，用宁波话怎么来表示呢？比如说你，阿拉宁波人讲侬，我，他就是其。如果是你们、我们、他们，应该怎么来说呢？那阿拉吃了。那阿拉吃了。真的非常好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上海人啊称自己叫阿拉，那么这中间啊有些什么渊源呢？搿是搿样子的。上海人呢，和阿拉上海人侬13点了，还丈母娘。葛末阿拉宁波人讲，阿拉上宁波人，你13点了，丈母娘。确实有一点硬气啊。比较硬。好的，学习了你、我、他，还有许多称谓。比如说爸爸，宁波话应该怎么说呢？宁波话讲阿爸。妈妈，爷爷，阿爷，奶奶，阿娘，外祖父，外公，外祖母，外婆。还有小孩怎么说呢？小人。男孩，小孩，女孩，小娘。那自己的孩子叫怎么说啊？儿子。女儿呢？女。还有丈夫应该怎么说？老公。妻子呢？老娘。那还有是媳妇。媳妇。还有是女婿。女婿。好的。那我们生活中啊少不了一些日常的活动，比如说吃喝出行。那这样的话呢也有很多的宁波话。比如说我们宁波话中的吃饭应该怎么说？吃饭。喝酒。吃老酒。还有吃香烟。吃香烟。那我们比如说吃饭当中啊还有早饭、天亮饭、中饭、酒饭、晚饭、夜饭。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啊。还有吃的东西啊，比如说稀饭应该怎么说啊？粥。那比如说馒头。蛋包。包子呢？包子。那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啊吃饭吃好了以后肚子饿嘞，那应该怎么说呢？肚皮啦，肚脐嘞。肚脐嘞。饿了，肚脐。饿了
叫肚脐嘞。哎，那么比如说口渴了呢？嘴巴烧死嘞，烧死嘞，真的非常好听啊！我们吃饭啊、喝水啊都要讲时间，一天的不同时间，还有一年的不同时间。那么我们应该用宁波话怎么说呢？比如说，今天，今日、明天、明朝、昨天、昨日、后天、后日、前天。前日。那一天的上午啊，我们应该怎么说啊？上半日、中午、中午、晚上、夜到。那早晨呢？天亮头。那白天、日里、夜晚，夜快点。那一年中的节气呢，其实也有很多的说法，比如说春天、春天过，夏天、6月里热天过，秋天、秋天过，冬天，冬天冷天过。好的。之前啊，钟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宁波话的特点，那么想必呢，大家对宁波话呢有了一些基础的认识和了解。那接下来呢，有请钟老师给我们讲2段宁波的特色民谣，想必呢，宁波的特色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魅力。大家好，今日让我来讲一讲宁波话的童谣，叫暖暖包。暖暖包，侬有4人跑，我有阿爷跑。阿爷年纪老，有骨儿不到，我有阿娘跑。阿娘年不进爱堂，我有阿伯跑。阿伯出门在女包，我有阿姆跑。阿姆修饭做嗷嗷，我有阿姐跑。阿姐花球就有刀，我有阿狗跑。阿狗读书进学堂，暖暖包5人跑，只好哭叨叨。下面这童谣就是外婆球。游啊游，游到外婆球，外婆辣盖放棉花，球球辣盖扎琵琶，琵琶树上一朵花，球母带来一朵花，啊叽啊叽走人歌，人客来了不下座，咕噜咕噜说人歌。